苗栗南庄係有名嘅旅遊景點，不過也按多年來開始有歸家鄉嘅後生嘅唔做觀光，而係歸去耕種。陳義富本來係北埔有名空廚嘅麵包師傅，以大學咪係讀食品營養，現在陸下有一塊地，等輪椅都轉去耕種。而4年前陸邊係嘅麵包業被發展機會，歸陸下去種鳳飛木瓜，以用友善土地嘅方式來耕種。老主顧年年都會多進來，要提名路巷來特賣菜地嘅農產品，貢獻自家愛淳樸嘅偏鄉引來引好。來，我幫你們服務。來。當年都來買木瓜老主顧，一年視察來，後生農民陳義富自家生產自家賣，本單無限視察，看到老主顧來，還係當後裔同佢打嘴鼓。對佢嚟講，由老主顧來交代，佢就會經常種出佔到木瓜。除了分大小之外啊，那我們會檢查一下木瓜的本身，它有沒有完整，有沒有任何的受損，然後它的成熟度，我們要做區分。陳義富嘅鳳飛木瓜又大又甜，長摘下來嘅，要先看有幾多款嘅熟，要烤到一點膜，再過來分級。像呢個木瓜是非常強哦，因為按呢啲辦家庭嗬，遊客來到按呢買嗬。佢希望像以前佢就希望家庭睇嘅，希望睇嘅。你睇小家庭見小家庭嗬，佢都來到了呢，全部木瓜冇得睇。桂林木瓜主要產地嘅中南部，尤其高雄屏東、南莊嘅北埔鳳飛木瓜，其中一個重要產地，種到近3萬嘅園林村，一大筆定地園主產呢，韓國天時難用合適，種出來嘅鳳飛木瓜唔但將太甜，也有13度以上按甜。南莊農會輔導農民改良種技術，木瓜產量同品質更來更好，和生理產小班10年來開始向後生人進耕種，陳義富最成功嘅例子。 4年前呢，就轉來了行來開始種木瓜。種木瓜嘅時間，佢自家設計夾個logo，佢自家有田在心，有註冊商標。所以講，夾木瓜品質，採佢用心栽培時下呢，佢也達到一定嘅水平以上。佢自己佢我從個藝啊，佢天道門啦，對農業方面啊，佢當到，佢說佢當個教書人嘅樣啊，按出事按個出進步啊，人呢唔教書人呢。 意見呢啊，冇進步啦。你要教育書員嘅意見呢，其實會進步。陳義富老大喺新北市3票人，佢爸爸一胎將曬到南莊耕種，佢太學讀嘅係食品營養科呢，同北埔有名空廚做烘焙師，本單對農業都係甜，高速栽培又行較困難，亂用化學肥料同農藥，還可能會做冇本錢，叫出區搶高80人生30班種，整一天從頭學起師。 農藥嘅使用方法嗬，我會嚟講樣嘅簡單。就我哋第一，我哋會嚟講，嗬，我哋主要用先嘅主流，比較其他都冇接觸，因為我哋係做案嘅，其他都一接觸是吧？我哋講其他都當接觸是吧？我剛回來的時候，我對農業是零，雖然我是農家出身的，但是因為安全應用這塊是不是很了解啊？因為前幾年他們沒有在推有機。 那我們這幾年感受到消費者對有機的認同蠻肯定的，但是我們做不到事情，我們不做有機，我們做無毒。個人地都西當道，當年9年咧多年代，南莊木瓜最好收成，除咗愛摘，平常時好治理。陳義富木瓜又會種到田鄉，又會種到溫室土鄉。4年前，佢喺減定嚟種木瓜。 一般烘焙業嘅太年，喺頭半夜班前後，也冇限太，佢就賺了天數。大學畢業退伍，然後開始做烘焙這塊的產業。那我做到大概第9年、第10年的時候，就家裡因為也是我爸爸也研究這個南莊的紅飛木瓜，也研究了蠻久了。然後這幾年呢，我就是在上班的時間，也是休假的時候回來家鄉幫忙。 先切木瓜，同年一太，再標了過自己路行，唔是假糖，加嘅木瓜嫩嫩，又甜又香。陳義富本單頭烘焙業發展到以後，佢轉到屋下接觸工業，將整件感受到土地嘅溫度。
烘焙业它牵扯到人力，但是农业它比较年轻人比较不喜欢来做这个行业。那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是人力短缺的问题。那所以我们自己从兼职开始做，觉得来到田里面真的是有点不太习惯，因为日头蛮大的。主讲了后生人做农呢，实在无一多人闲。像了后天爸爸一家有田，有田就比做的时间，所以讲佢田的成本佢都可以省起来。所以讲其中有技术，有加耐心，对啊农业将来出口的创作，跟其他后生人来学习。陈义富唔但请很有耐心，对农业还有自家想法。今年为土地长长久久都咁嘅得，唔是为了变产量来适合体力，也没几种木瓜又太又甜的优良。像我们这个路留这么宽，一个人手掌这么宽，其实就是让木瓜有它适当的生长空间，然后日照也充足，然后养分也能够充分的吸收，不是要去拼产量，是把木瓜树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在养。因为我们南庄红飞木瓜一年采收只有2个月而已。用草的登记上的方式种出又香又甜的木瓜，没因为嘅安山忙，也近年来去南庄太路上有一道菜田农民自家出产自家卖嘅摊呢，甚至也上外种人来摆摊呢。陈义富认为，人脚大有皮，有人客来，就做得比家乡做得物解。我们也是希望说，南庄的在地农民能够把我们南庄的好的农产品推广到全台湾。虽然我们这边只是北台湾的一个小村庄，但是我们希望把南庄的农产品也是推广到大家都知道。陈义富上面路平台来同农民谈行销世界性的农体产品，按用自家人客全台湾都有。佢真都按中下南庄发展也无数到限制，生意做到很加扩张。